至啱啱開始，地緣政治就又再次起風波。美國喺1月3號拘捕咗委內瑞拉總統夫婦，加上格陵蘭爭議不斷，搞到市場避險嘅情緒升溫，現貨金嘅價格係咁升，比起舊年升咗超過70%。摩根大通仲預測金價喺2026年第4季會推高到每盎司5000美元嘅歷史新高。照而家咁嘅勢睇，好大機會會提早成為事實添。對華人嚟講，黃金唔單止係投資保值嘅工具，更加係一份寄託住美好祝願嘅厚禮。喺呢個金市牛氣沖天嘅年代，到底應該買金啊，抑或賣金呢？又應該點樣去決定呢？時事家號特別請咗2位專家同我哋分析金價暴升嘅原因。世界黃金協會前遠東區董事總經理鄭良豪會首先同我哋講下金價升嘅關鍵原因喺邊度。大家要知道一樣嘢，呢個現代嘅黃金市場係只係得50幾年嘅啫。咁黃金能夠自由買賣，都係自從尼克遜總統將嗰個金本位嘅制度徹底咧係改變咗之後，黃金先至可以自由買賣。呢50幾年個黃金就根據市場嘅需求價格嘅浮動啦。咁喺歷史上都有幾次升到一個高位啊。我哋如果同今次比較咧，呢一次有啲唔同啦。以前嗰幾次咧都係啲突發事件咧，係令到啲金價飆升啊，或者係戰爭啊，或者係金融危機咁樣啊，或者係一場嘅通脹嘅飆升啊，唔似今次咧係咁全面性嘅。佢無論經濟啊、地緣政治啊、貨幣政策都冇一個好具體嘅某一個事件嘅影響，而係一個總體嘅影響嚟嘅。有一樣嘢可以特別攞出嚟講嘅，就係話今次唔係淨係投資者對黃金嗰個嘅取態啊，係包括咧好多央行咧喺過去10年咧都密密咁咧係去購入黃金。其實同我哋一般普羅大眾嘅諗法咧一樣，都係話係一個分散嘅投資，係即係唔將所有嘅資產咧抌喺同一個 basket 裏邊。咁呢個我哋睇到唔係一窩蜂係由啲零售啊或者係甚至乎機構嘅投資去追價，而係咧係過去10至15年咧，央行嘅不斷購入黃金咧，係作為佢哋嘅一個分散佢哋嘅投資組合咧，唔係咁集中美元，或者我哋用另一個詞彙講係去美元化。咁你要揾一啲另外嘅資產，咁另外資產有啲咩選擇咧？係金當然係一個硬資產咧，佢哋係作為一個目標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同上次幾次唔同嘅地方啦。如果你話分開幾個方向面嚟睇佢，有啲本質有啲差異。今次你會睇到咧，就唔係一個市場情緒嘅轉移，而係一個 structural change， 我哋話制度性嘅變化，即係話央行嘅參與咧係一個好決定性，就唔係話啲投資者追捧啊、追價嗰啲咁嘅嘢，係一個央行一般嚟講嘅投資行為都比較理性一啲嘅，所以呢個係唔係一個情緒嘅轉移，係一個制度性嘅需求嚟嘅。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話呢個唔係因為某個金融風暴啊，或者某個國家嘅財政出現危機啊，而有需要揾一個 alternative 嘅資產咧，嗰個嘅氛圍，而係即係好理性地去尋求一個長期穩定性嘅資產，一個避險嘅工具。大家點解會挑選咗黃金作為呢個工具咧？就話因為黃金本身係有個基本嘅功能，除咗佢係一個貨幣嘅功能，頭先我講嘅貨幣，佢仲有本身有工業嘅功能，工業上面嘅一個導體啦，或者係喺首飾方面嘅作為一個金飾。咁呢樣嘢都係令到呢個黃金嗰個受追捧嘅原因。所以話即係今次嘅金價嘅波動咧，即係唔係一件事件嘅驅動，而係好多事件加埋一齊。總結為講就話呢個係一個係時代背景嘅推動嚟嘅，成個社會嘅氛圍啊，成個經濟嘅制度啊，或者係地緣政治嘅改動，而令到對黃金嘅睇法咧係因呢啲咁嘅原因而產生嘅。咁今次金價暴升，究竟有冇跟風投機嘅成分喺入邊呢？關於呢一點，前加拿大中央銀行高級經濟師袁國雄博士有咁樣嘅睇法。咁好明顯咧，即係最初嘅金價開始升嘅時候咧，有人就留意到，就係話因為全球有好多嘅央行咧，就開始
買金。我認為係第一波佢最初起嘅時候，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嚟嘅。即係你話點解央行會開始即係買黃金咧？咁因為初即係尤其是一啲所謂發展中嘅國家，佢嗰個儲備咧係愛嚟穩定佢自己個貨幣。以前咧就覺得美元係最好嘅一個資產嚟去穩定個貨幣嘅。咁但係因為喺即係特別喺 Russia 嗰個入侵咗 Ukraine 之後咧，咁就 Russia 個央行嗰啲 asset 咧就俾人充公債啊嘛，咁所以令到好多央行就話：咦死啦！如果有啲發生咩事嘅話，咁我揸住咁多美元，會唔會都突然之間因為政治嘅原因或者點樣俾人哋充公債當廢紙嘅咧？咁所以就有一啲國家，即係無論你係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即係都開始考慮到就係話唔係將佢所有資產擺晒落去美元度喎。係。咁如果唔擺美元，又唔擺即係歐洲其他，咁有啲咩好擺咧？咁開始就即係話買翻黃金。咁呢個事實上面係嘅。咁呢個我覺得係金價開始由一個低位起翻上嚟嘅原因啦。咁但係你話最近即係過去一年裏邊金價起得咁癲咧，我就反而覺得呢個唔係央行係一個主要嘅 factor 啦，就反而咧係市面上邊咧開始好多人講就話通脹會好犀利喎，又或者講美債會爆煲喎，不嬲都以為話好穩陣嘅資產都唔穩陣嘅喎，咁再加上又打仗嘅喎，咁令到好多我諗普羅大眾市民咧都開始去。我覺得呢個咧就反而係最近升得咁犀利，咁同埋當即係全世界嗰個不穩定越嚟越多，個金又一路係咁起咧，就更加令到投資者相信就係話，真係世界越亂個金價就越高喎，咁就變成咗一個 self-fulfilling 嘅，即係可以講話 cycle 咁啦。你見到嗰樣嘢，就越 reinforce 咗你呢個信念，咁咪更加多人入去買啦。咁所以就我覺得呢波即係升到咁癲咧，其實我都覺得央行唔係個主力，係其他投資者先至係一個主力咯。咁同埋我覺得升得咁勁咧，有啲係跟風買嘅，唔理得你究竟係咩原因咯。我見到你係升得咁犀利，個勢好喎，咁我咪買咯。我自己覺得咧，有部分買金嘅人咧，就唔係真係諗話咩，驚住通脹好高，又或者驚住美元不穩，係佢純粹當一個即係資產咁，佢見到個價一路係咁起，咁佢俾我陰咯。咁所以即係你話佢係咪好穩陣咧？真係好難去講咯，因為有啲係跟風買啊嘛。佢突然間如果個風向唔係咁轉嘅時候，嗰啲人就會走噶咯喎。即係你話佢穩陣又得，你話佢唔穩陣又得，唔係咁容易去判斷。因為成個就係話，啲人覺得而家世界好嘅局勢好不穩啊，好唔掂啊，點樣？咁係咪應該黃金升嘅時間，股票應該會跌，係咪？或者債券啲人都覺得唔穩嘅時間，就亦都會跌噶嘛。咁但係而家淨係即係除咗黃金升之外，股票都升啊。咁如果你係好驚嘅話，咁嗰啲資產應該跌先啱嘅喎。咁我就問點解嗰啲資產唔跌咧？咁所以我就覺得有部分係跟風買。金價高企，不過加拿大又點解賣光晒所有黃金儲備呢？另外，首飾行業又點樣面對今次嘅衝擊呢？大家想知道詳情，可以上網加拿大《號角月報》嘅網站，閱讀2月份嘅專題《黃金駕到，貴氣沖天》。